兜率天宮慈心學院收藏咗大量嚟自西藏同埋尼泊爾嘅唐卡，呢啲唐卡有幸得到北頂法王果索仁波切嘅加持，令到呢啲唐卡更加法喜充滿，更具收藏價值。大家好，今期我介紹呢幅唐卡嘅主佛呢，佢有一個非常特別嘅形象喎，佢有4隻手臂嘅，而且佢係觀音菩薩嘅化身，佢就係四臂觀音。佢4隻手臂係代表住佢有非常宏大嘅力量，可以幫助眾生，而且亦都表達咗佢有一個非常寬厚嘅慈悲心嘅。佢4個手臂分別咧會握住蓮花啦、念珠啦，又或者係寶瓶，甚至有時佢嘅形象會係握住寶劍嘅。四臂觀音俾我哋嘅形象係非常之安靜祥和。佢手上揸住嘅咧係一個寶瓶，寶瓶象徵住清淨嘅水，代表住清洗心靈嘅煩惱同埋障礙，並且可以灌注慈悲同智慧。佢另外一隻手揸住嘅咧係念珠，念珠通常用嚟計算念誦佛經或者佛號嘅數，象徵住修行同埋冥想嘅工具，提醒信徒保持專注同埋佢嘅定力。另一隻手，觀音揸住嘅係蓮花，蓮花象徵住純潔同埋智慧，亦都代表住從污泥中綻放出嚟嘅美好，寓意住眾生能夠從煩惱中解脫，得到覺悟。喺四臂觀音嘅上方，我哋亦都睇到有唔同嘅佛菩薩喺佢周圍，亦都表示咗一個吉祥，同埋俾我哋一種加持力，令到我哋可以得到觀音菩薩嘅保佑，以及諸方佛菩薩嘅加持。四臂觀音嘅形象喺佛教裏邊咧係非常之受到推崇同埋尊敬嘅，尤其喺大乘佛教裏邊，信眾都會向四臂觀音祈求慈悲同埋祈求佢嘅保護。四臂觀音嘅形象喺唐卡裏邊咧，就通常會同其他嘅佛菩薩結合一齊，以展現佛世界裏邊嘅宏大同埋尊崇。好，我哋今日就先介紹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